Hello F1 車迷，你哋好！唔知大家有冇睇到星期日晚喺阿布達比進行嘅世紀之戰呢？呢場賽事可以話係近年嚟最備受矚目嘅賽事之一，因為對上一次3位車手爭奪世界冠軍銜頭，爭到去最尾一站，已經係足足13年前啦。雖然呢場賽事最後係 Verstappen 贏咗分站冠軍，但係全場焦點一定係喺 Lando Norris 身上，因為呢場賽事成就咗佢人生第一個 F1 世界冠軍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場賽事嘅2個矚目時刻。喺第一次入 pit 換胎之後 ，Lando Norris 由第3位跌咗落去第9位。不過佢用咗短短幾圈嘅時間，就已經成功追翻上第3位。其中一次超車途中，就因為4個轆都出咗界，而引起咗爭議。不過最後調查結果係前車 Red Bull 嘅角田裕毅防守犯規在先，被判罰5秒，而 Lando Norris 就冇任何處罰。如果唔係，賽事結果就未必係咁啦。第2個焦點時刻就一定係去到賽事中尾段，當時排第4嘅 Charles Leclerc 不斷做出最快圈速，瘋狂追擊喺佢前面嘅 Lando Norris。大家計住數，如果 Lando Norris 跌出3甲攞唔夠分，世界冠軍即時拱手讓人啊！好彩去到賽事完結嘅時候，佢都成功保住第3位。有睇呢場賽事嘅朋友，唔知你哋覺得仲有邊啲精彩畫面呢？不妨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最後，我哋喺度恭喜 Lando Norris 追夢16年，終於攞到佢人生第一個 F1 世界冠軍。